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7到24节，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石。石头是有机体吗？当然，虽然石头看起来不会生长，也不会动，但是并不表示石头是死的。以沉积岩为例，它以水中固体的物质沉积以及胶结而成。固体物质可能是有矿物的碎片，有机体，有些是水中生物成长或是化学沉淀累积而成。当然，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论物质的石头，而是一个属灵的生命，就如同摩西的手杖，虽然是枯干的木头所制成的，但是在上帝的旨意下，它却可以成为活的蛇。这是上帝用神迹让摩西来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，经文这样的记载：摩西回答上帝，要是以色列不相信我，不听我的话，说你从来没有向我显现过，我怎么办啊？上主问他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他回答，一根杖啊。上主就说，把它扔在地上。摩西把杖一扔，就变成了蛇，他就逃开。上主对摩西说，手伸出来，抓住蛇的尾巴。摩西伸手抓住蛇的尾巴，蛇又变成杖。上主说，这样就能够向以色列人证明，上主他们祖宗的上帝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曾经向你显现。上主又对摩西说，把手插进衣襟里。摩西就把手插进去，手伸出来的时候，竟长了麻风，像雪一般的白。于是上主说，再把手插进去衣襟里，他就照着做了。这次再抽出来，已经复原，跟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。上主说，他们若不信你，或不信第一个神迹，这一个神迹一定能够使他们信服。如果这2个神迹还不能使他们信服，他们仍旧不听你的话，就取一点尼罗河的水，泼在地上，水就会变成血。但是摩西说，上主啊，不，请不要猜我，我一向没有口才，你和我讲话的时候也没有改变，我就是这么一个笨手笨舌的人。上主对他说，谁给人口才？谁使人耳聋口哑？谁使人看见，使人瞎眼？是我上主。你就去吧，我会帮你讲话，我会告诉你该讲什么。但是摩西回答说，不，主啊，请差别人去吧。因此上帝对摩西动怒，说，你不是有一个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很有口才，他正出来迎接你，他一定很高兴看见你。你告诉他该说什么，我会赐你和他口才，我会教导你们该做什么。他要做你的代言人，替你向民众说话，
而你就像上帝一般，指示他说什么。你带着这根杖，因为你将要用它来行神迹。上帝不但用神迹来向摩西显现他的能力，上帝甚至让摩西能够使用那一根杖死了的木头来行神迹，因为呢，呼召差遣摩西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。彼得劝勉初代教会基督徒应当要弃绝过去的生活，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生命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所以要丢弃一切的坏事，一切的诡诈、假好、嫉妒，以及一切的毁谤，要如同刚刚出生的婴孩，喜爱属灵的奶，让你们可以成长，然后得救。因为你们已经尝到了主的仁慈，要亲近上帝，因为他是活石。虽然让被人弃绝，但是受上帝的拣选，他被看作宝贝。你们也要是做活石，让上帝用起来建造属灵的殿，又成为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喜欢属灵的祭。因为圣经记载到，看哪，我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，是受拣选宝贵的房角石，相信他的人绝对不会失望。这块石头对你们这些信的人来说是宝贵的，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说，对那个建造的师傅所弃的石头，已经成为上帝最重要的基石。在别的地方有记载，这块石头是绊脚石，是让人跌倒的石。不要顺从道理跌倒是上帝的安排。但是你们呢？你们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王家的祭司，是圣洁国度上帝的子民。要让你们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一位上帝呼召你们从黑暗出来，要进入光明。圣经说，你们从前不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他的子民。你们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已经得着了。因为上帝所赐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这活石赐给世人的，他已经成了上帝在地面上圣殿重要的基石，要建造人的生命。因此基督徒应当要改变自己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既然领受了上帝怜悯之恩，就应当成为圣洁又活的生命，来荣耀上帝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领受上帝的救恩，基督的救恩，成为蒙恩又圣洁，懂得感谢又愿意改变生命的基督徒，来见证上帝的荣耀。感谢上帝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